虽然镜头转到国际哦，美国国防部长3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指出讲，若准中国用武力侵犯台湾，会对全球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前一日，法国总统嘛伫同一个场合表示，若准是建在罗西亚侵犯乌克兰，同款的情形放伫咧亚洲，中国嘛威胁到台湾的安全。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日出席伫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真实而且可能真紧迫的。北京若想要占领台湾，会对印太地区甚至全球造成毁灭性后果。 It has to be clear to all that Beijing is credibly preparing to potentially use military force to alter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We know, it's public, that Xi has ordered his military to be capable of invading Taiwan by 2027. Again, to be clear, any attempt by Communist China to conquer Taiwan by force would result in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world. 这是赫格塞斯头一摆伫香格里拉对话发表谈话，伊强调美国国防部已经要恢复勇士精神，重建军队甲恢复威慑力，用实力实现和平列做优先的事项。赫格塞斯也指出，美国总统川普讲，伫伊任内中国未对台湾发动攻击，美方目标是避免战争，和战争成本提悬，也若和平是唯一的选项。赫格塞斯3日也呼吁印太地区的朋友增加自身的国防支出。 这另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甲新加坡国防部联合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30正式举行。法国总统马克宏迄间发言时强调，中美的分歧甲对立，爱各国选要支持倒一边，是当全世界上界主要风险。也敦促欧洲甲亚洲建立新联盟来阻止中国入国，两国寻求建立协调范围，更加呼吁中国阻止北韩介入乌克兰、罗西亚战争。马克宏警告，若温准俄国任意控制乌克兰领土，会对亚洲造成风险，也包含台湾。 Because if we consider that Russia could be allowed to take a part of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without any restriction, without any constraint, without any reac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how would you phrase what could happen in Taiwan? What will you do the day something happened in Philippines? 也来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国防部6年来头一摆无派国防部长出席，改由级别较低的学术代表团来参加。外界猜测，中国国防部长当军无出席，也可能是北京伫降低甲美方的接触战机，显示两国即阵的紧张关系。公视新闻郑万庆编译。